卫福部伫2017年时有修正儿童游戏场规范，规定咱全国的公园、学校、百货公司这所在游戏场，拢爱伫明年1月份之前检验合格，才会当互囡仔耍。毋过到今年4月份，敢若完成66%。监察院有提出纠正，要求卫福部检讨。到公园耍游乐设施是真侪囡仔的快乐时间。卫福部伫2017年修正儿童游戏场规范，游戏场伫2023年正月20日之前，拢爱检验合格才会使使用。不过监察院指出，到今年4月14日为止，完成检验的比率只有66%。卫福部修法的时阵无考量交全，造成检验量电塞车。卫福部在106年修正这个规范的时候呢，也没有做好这个政策影响评估。也没有考虑到市场的这个检验量人跟管理单位是不是能够限期完成这个备查的执行能力。修法有开了11次会，没有周妥的防范未来。另外，监察院也指出，国内检验机构目前也无经过认证，会使检验欧洲标准游乐设施，造成以欧洲标准认证合法进口游乐设施，伫规范修正了后，国内宣布机构会使以欧洲标准来检验，造成标准不一的问题，而且无标准通检，也可能减少游乐器材的多元性。很多学校就已经问了小朋友的意见，请他们共同参与，然后找了好的设计师去想打造更适合小孩成长的过程里游戏的场所。检验标准是限制了他们的发展性，这是我们很在意的一块。监察院指出，游乐场排队检验的状况严重，就有游乐场排半年才检验到的状况，而且检验嘛常常无法度一摆就完成。若是游乐场伫期限之前也无完成检验，就可能面临拆除也是无法度使用的状况。卫福部的方面伫记者结果之前并无提出回应。记者郭富良随台北报道。